天堂係點樣嘅呢？天堂係咪白茫茫、光燦燦，加上有好多歌聲，天使同埋所有人都喺度日夜唱歌啊？天堂係最好、最美麗嘅地方。聖經講俾我哋知嗰度係點樣嘅，好叫我哋預先就歡喜，而且羨慕天家。主提到天堂係父嘅家，嗰度有好多嘅住處，所以信神同埋愛神嘅人都係喺埋一齊，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豪宅，好寶貴。呢個地方係神親手經營建造嘅，而主佢花咗心思為我哋設計預備，表達神對我哋嘅歡迎同埋個人嘅愛。如果係神親自設計建造，咁樣一定係最靚㗎，令我哋最滿意㗎。我哋住處嘅根基、牆壁，就算地面，都唔係人間嘅物料。主自己係城嘅根基，而城牆嘅根基係用寶石做嘅，好似藍寶石、紅寶石等等，總共有12座根基，有唔同嘅顏色、唔同嘅光輝。而牆係碧玉做嘅，城門係珍珠，街道係透明嘅精金。城裏面有生命樹、生命水嘅河，樹木生長茂盛，充滿晒生命力，每個月都結果子。當我哋就係神嘅皇家，喺城裏邊遊玩散步，我哋每個都有冠冕發出嚟嘅光輝，然後喺透明嘅城牆、透明嘅街道互相折射輝映。哇！真係每一秒都有唔同嘅光輝啊！更加寶貴嘅係我哋嘅家，每一樣嘅設計唔單止美麗，而且背後仲有唔同嘅故事，充滿晒意義。最寶貴，呢座城係父同埋主嘅地方，城嘅每一個角落都充滿晒神嘅同在，神嘅榮耀。天堂嘅生活非常嘅多姿多彩，大家都非常嘅親切，彼此認識、欣賞、珍貴。我哋會聚埋喺一齊，談論神嘅美德、過往嘅經歷，一齊敬拜。我哋會被大家點樣愛主，同埋為主生活嘅故事而感動。我哋亦會有好多嘅家庭生活，享受樂趣同埋親情，一定會比地上嘅喜慶過節活動更加嘅精彩。真係好，原來返到天家，我哋有一個同神、同皇家真正嘅生活。我哋仲會繼續商量點樣祝福地上嘅人，令到佢哋更加睇到神嘅寶貴，更加嘅愛神。我哋會越嚟越羨慕天上嘅家鄉同埋天上嘅生活。願主快來。天堂是個好地方，愛我的主為我預備美麗的城，美麗的家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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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與我永遠同住。天堂是個
此交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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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與我相愛同住。天堂是個好地方，日日豐富，天天精彩。許多發現，八湯折磨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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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與我們有許多樂趣。未見過，耳未聽過，心想不願。